那讲到中国，伊唔那是军演尔，中国央视最近搁伫咧网络平台头顶打出中国统一的图文，即马包括着5月天、蔡依林，拢伫咧演唱会顶头讲出咱中国人相关的轨迹，这是引起众人的批评。咱总统赖清德今仔嘛搁再表示，伊真唔甘这的文化工作者去到别人的所在来受到真大的压力，嘛希望咱国民会当谅解。 我们中国人嘛，来北京一定吃烤鸭的。演唱会现场，中国歌迷真热情、真欢喜，因为五月天乐团临时来到北京鸟巢演唱。中场甲歌迷开讲时，讲家己是中国人，等就热门所在排行。我们中国男生最热情了，对吧？歌手蔡依林伫南昌演唱，大话咱中国南昌上热情。另外，杨丞琳、陈妍希、侯佩金、杨宗纬这人也转发中国官方媒体央视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的发文。张钧甯、王心凌也转发国土委员会民族委员线的文章。也来何建华、周杰伦这90多位无转发文章的台湾艺人，也和中国网友来点名。有一点本末倒置。 蛮不喜欢的，会影响对他的观感。可能他们有他们的为难吧，不会不支持，对。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个人的想法。对台湾的艺人拢转发这个文章，被看作是表示态度，引发舆论的议论。台北市长蒋万安讲，无可能拒绝因顶上大巨蛋演说。总统赖清德是讲，希望民众谅解。在别人的屋檐下，我们的文化工作者。 讲什么内容固然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内心想的是什么。我们应该给予谅解了。我们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台北市更是一个多元开放的城市。我们怎么可能拒绝他们来演出？文化部也回应，对艺人伫不得已情况下表示态度，表达理解，强调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从来未要求任何人对家己的立场表示态度，更加袂予任何人因为表示态度，也是无表示伊的态度而受到政治的威胁，这是自由台湾上可贵所在。记者综合报道。